嘛爱问家己，当初咱每一个人，咱是因为听见什么？咱是因为听见什么？所以咱相信耶稣是咱生命的基督。咱敢是袂记得当初受好掉，迄个事，咱若真正袂记得啊，佮求主佮一遍帮助咱。这后壁这一冬以来，我感谢兄弟姊妹，互咱甲咱所有的同工安尼款的鼓励，吼，包括中级的成长，吼，佮有因所备办，啊，佮有所做遮的代志，吼，我嘛听见真侪大家对因的学乐、甲鼓励、甲支持，吼。所以我相信，吼，我们是一间冷的教会，已经毋是咱古典教会互人的印象，甲要互人熟悉的这样的一个标语了。但是咱嘛爱时时来回想，什么是咱一开始所听见的那个道理，而持续的坚持每个礼拜来到这里敬拜上帝。咱这回来记得，阿爸的上帝，我感谢你对台湾的疼痛，互阮伫固定这个地区古庄里遮，我会当设立奉主的名的教会。我也恳求你帮助阮谦卑伫你的面前，逐工去思想你呼召阮迄个当初，无互阮因为时间，无互阮因为时间，无互阮因为人甲人有当时会无拄好，互阮袂记你迄个当初。恳求你的圣神也保守藏伫阮心肝内迄个属天的毋茫，互阮伫雪遮内的日子中间，互阮的行做，互阮的讲，互阮的生命，拢会当互人归荣光互你。求你恩待你的教会甲百姓，祈祷奉靠耶稣基督圣名，阿门。这是咱要来。